今仔日双十国庆，台北的店家甲台病院拢有国庆宝宝来出世，甲国家共一天生日。也毋过台北内湖的康宁病院讲，因为生育率落降，再加上今年是虎年，竟然参一个国庆宝宝都无。其实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今年的1月到9月新生儿的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，比去年同期减1万人。恐惊今年新生儿的人数会阁来创下新低点。伫咧国庆出席红婴仔哭甲妈妈号。1、2、3、4、5小男生。护理师进入检查，脚趾头后几载，确认红婴仔身体健康。爸爸妈妈选伫咧国庆日破腹生产，互囡仔逐年生日拢会当含国家做伙庆祝。台北中基病院到下晝10点半为止，已经有6位红婴仔出世。像咧亲像台大病院冇4位，阿东病院冇妈妈伫咧等临盆，毋过康宁病院下晝10点半为止，也无囡仔出世。对啊，是跟往年不一样，去年前年都会有，像是什么元旦啊或者怎么样，可能这个情况就没有像以前那个情况那么的好。大间病院国庆红婴仔人数变少，医师除了伫咧药和虎年有关系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无想要生囝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为民国97年开始出世人数头一摆无20万人，数落来大约伫咧17万到19万。不过109年16万5249个人，创下10年以来新低。头一摆出现人口负成长，111年到9月为止，红婴仔共有10万2218个人。今年出世人数恐惊个创新低。这个生产率下降，每个月生产呢只有11000人，那今年大概只有到11、12万，因为又是虎年，那大家又比较不敢生，所以明年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预计明年也多不了多少，最多多个1万人。红婴仔人数一年比一年少，想要改善囡仔生少的问题，政府和民众大家加油咧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